少谦，快看，好像快到了。我们终于要回家了。是啊，我们在英国已经待了3年了，这3年间还真是时刻想念着无限。我可想吃家里的菜了。有没有人喝水？你啊，在英国的时候总是嫌弃食物差，这次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可别长胖了。你竟然嫌弃我胖？还有小食不，品。不是那意思啊。你喝什么？我错了还不行吗？跟你开玩笑的。卖水，卖小食品。马上就要到了，回家以后，卖小食品了。我们就又只能秘密见面了。是啊，我们两家一直互有成见，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化解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相信，只要我们是相爱的，就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在一起。回国之前我就想好了，回国后我办学校，你当老师，尽受我们在国外所学，一起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。昌育人，兴女权。女子于国，应不失为完全之国民；于家，应不失为完全之个人。可以呀，年轻人，有觉悟。那我怎么能辜负程老师的谆谆教诲呢？本店一品名方，低价优惠，各位客官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这么热的天，谁喝茶呀？哎，这位公子，喝茶吗？我们本店啊有上好的一品名方，价格低到您无法想象。是吗？啊，低多少？原来啊1块大洋一壶的一品名方，现在只需要5角小钱就能喝上。这么便宜？啊，来一壶。哎，这边请。客官，请慢用。你们这儿的一品名方怎么这么便宜啊？客官，您没听说呀？这前些日子呀，这刘家可是狠狠挫了程家的锐气。不会吧？这程家可是吴县的第1大户。切，什么第1大户啊？自从那程家大老爷去世之后，这刘家就趁机降低了茶叶的价格，抢了程家一大部分生意啊！哼，现在啊，咱们这个地方程刘两家到底谁是咱们吴县第1大户，那可不好说了。原来你们卖的是刘家的茶呀。不过，这2家的茶叶，口感和质地都差得远了去了，仔细一品就能品出。你看，进站了啊，是。快到了。哎呀，回来了！让爹好好看看。哎呀，瘦了，娘瘦了。闺女，终于回来了。这。回来就好，为娘这是为你操碎了心。女儿不孝，没能在您身边好好为您奋斗。傻孩子，说什么呢？你现在呀，可是我们程家的骄傲呢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好。走，宁儿，咱们回去吧。走，回家。娘可想你了，回去啊，给你做好吃的。这。哎，下来了。
晴儿，爹，娘，晴儿，你在那边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哎，行了，别拉扯了，咱回家吧。不是爹，少坤呢？娇娇，我就是想送你个镯子，又不是要吃了你。刘二少爷，还真是厚脸皮啊！没看到人家姑娘不愿意搭理你吗？我说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程景墨，不对，程大当家啊，对，程大当家可真有闲情逸致在这喝茶呀。怪不得在这喝茶呢，订单都跑票了，可不闲得很吗？对不对？那还不是拜你们刘家所赐。刘少坤，我看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！这手里那么多订单，还有这闲情逸致来茶馆，搂着姑娘听曲儿。我乐意。要我说，你刘家这一品名风还真不怎么样。你要干什么？嘿，什么玩意儿？就这种茶还配叫一品名风？还有啊，刘少坤，仗着有几个臭钱就强民女，你呀，不要脸！去你的！你来真的了？打的就是你！哎呦，哎，我去！哎，少爷，不是少爷！谁知道要去哪儿鬼混了？我这个弟弟啊，还跟原来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就是。老爷，二少爷和程家少爷在李记茶楼打起来了。啊，我先陪你过去看看。哎呦，这孩子。老爷，我刚才路过李记茶楼，听说景墨少爷和那刘家的刘少坤少爷打起来了。哦，老爷，咱们还是不要管那些事儿了。年轻人打架也正常。走吧。爹，是景墨呀，咱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。两腿，哎，把那条腿给我揍碎了！好，我消气儿，消气儿，哎，消气儿，消气儿，消气儿。哎，梁爷，消消气儿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。和气你大爷！他离开他爹，他废物一个！住口！哎呦，刘老爷，整天就会惹事儿。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就这么给我接风啊？嗨，程家大少爷火气太大了，我正正经经做了几笔生意，他非得说我抢他程家生意了，还要找我打架，我能怎么办？放屁！你看看他，哎，刘老爷，您可算来了。您这要是再不来，我这小店儿，哎呀，没法干了都。李老板，给你添麻烦了，这里的损失，我刘某照单赔偿。刘老爷，敞亮人。哎，您坐这儿。哎，程少爷，是小儿出言不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刘老爷，你儿子出言不逊，我可以不计较。但你刘家背地里抢我程家的生意，这事儿就不厚道了吧？和前辈说话这么没礼貌，谁教你的？小姑姑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没规矩！哎，等，刘老爷，我们家景墨给你添麻烦了。虽然东尼我年纪不大，但是在辈分上也算是他的小姑姑。我拉着他，在这儿给您赔不是。明明是他的不是。闭嘴！程大小姐言过了，都是刘某教子无方，犬子多有失礼，还希望程少爷千万不要计较才是。我当然要，我当然是不会介意。刘老爷，您见笑了，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影响到咱们两家的和气。
爹，我说两句啊。程小姐，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不如就此言和。我看程少爷也受了伤，应当回去好好治疗才是。这事儿就算了。正是如此，不如我派人送二位回去吧。不用不用，不劳烦刘老爷，我们这就告辞了。啊，哼！哎呦，疼！哈哈哈哈哈！爹，他找我打架，只是生意上的事吗？是吧？是。以后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哎，回家。是。走了，回家。姑姑，嗯，你不知道，自从我爹过世后，我受了多少罪，吃了多少苦。不过还好，现在你回来了，以后总算能有个陪我说话的人了。我虽然嘴上没少骂你，但是你知道的，我向来挺你。我当然知道。好啦，快给我吧，我还得赶紧给各位长辈去送礼呢。啊？他们不知道你回来吗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为了救你，我只好骗大家说给他们带的礼物落火车上了，得回去取。这些呢，是我刚刚在洋货店买的。得亏咱家那几位老古板，向来不会去洋货店这么新潮的地方。就你聪明。我小姑姑编的理由，向来都这么合情合理，令人无法拒绝。像你啊，每次撒谎都让丫鬟说什么在睡觉。我现在都进步了。哦，走啦。小姑姑，你慢走，改天我请你吃饭啊。哎呀，我们程家的脸呐，都丢完了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景墨这孩子之所以长不大，那就是因为他爹一直没给他张罗一门婚事。俗话说得好啊，男人先成家后立业嘛，对吧？你们看看这景墨年纪他也尚且不小了，这做我们程家的主事人，这身边连个贴心的女人都没有，你说多不合适啊！这个，我看未必啊，像景墨这种到处玩乐的主，哪个女人也拴不住的。三叔，你这话我就不怎么同意。再怎么说，景墨他现在都还是个孩子脾气嘛。哎，你说他若是有一个可心的妻室，再来个一儿半女的，再怎么着他也不会跟那个刘家少爷厮打到一块儿嘛。啊，这以后啊，要是腻了，再给他多添几个妻室就好了嘛。这个事儿啊，还是我去张罗啊。哎呀，恐怕想要嫁给咱们程家的姑娘，排队都能排到扬州城去了。咱们程家的门槛啊，这回可要踏平了。哟，这原来是有人早有预谋啊！那也比某些人成天想把景墨拉下水的好。我都找人算过了，景墨要是娶了妻啊，程家的运势就都又回来了。燕青，等会儿小姑姑回来，我们都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你别拘束啊。是少爷。一会儿我去药店，给你抓点外敷的药吧。我这一点小伤，无碍的。这哪是小伤啊？小伤哪有敷了一天不起作用的？起码要有点镇痛的效果吧。我知道有个秘方，听说效果还不错，晚上我就去给你问问。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我。待会儿小姑姑过来，她和我年纪相仿，算是从小长到大最向着我的人。你们俩呀，一定能谈得来。还有，小姑姑刚从国外留洋回来，可有趣了。Surprise！ 小姑姑，你可算来了，快坐。大小姐好。
这就是你信里和我说的姑娘吧？西山茶园的莲蓬姑娘，对吧？你小子行啊，这可比你说的漂亮多了。快给我介绍一下。姑姑，没错，她就是我跟你说的姑娘，阮秋水。只不过，她现在是我的小姨娘。姨娘，这就是我刚跟你说的小姑姑，程东宁。坐吧。小姑姑，小姨娘和你年纪一般大，今年只有20岁。不过按辈分来说的话，现在她最大。哎，姑姑，你快给我讲一些你在国外好玩的事吧，我可好奇的紧呢。好。此次回国，我感触颇深。国外不管是科技还是教育，目前都比我们领先一大截，尤其是教育方面，差异甚是明显。不得不说，要是论起思想解放的程度，我们现在比起国外，怕是望尘莫及了。思想解放？没错。尤其是国外的女性，她们自我意识强，不仅仅在家里面相夫教子，而且懂得追求自己的生活。说起来，我最羡慕她们的，就是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。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。就算躯体被束缚，若是思想能够自由，那也是一种进步啊。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女性能够意识到自我的价值。我这儿有一本新字典，不知道秋水妹妹会感兴趣吗？你如何知道我想学习的呀？你自己告诉我的呀。可我什么都没说啊。你的心思啊，全都写在这儿了。姑姑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也教教我呗。教你啊？啊。等你能读懂女子心思的时候，不知道是猴年还是马月了。来，吃菜吃菜。我来给你们盛。来。这怎么行？我来吧。哎，还是我来吧，少爷。哎，对了，小姑姑，你这次回来准备做点什么呀？我准备去女子学校当老师。当个女老师？说起来，我在国外这些年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，还是教育的重要性。哦，快喝点水。好点了吗？这茶不错，但是要能加点冰和糖，就更完美了。茶水加冰和糖，那不乱了味道了吗？我在英国读书这几年啊，曾经喝过几次冰的英式红茶，那味道简直令人难忘。尤其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，喝一杯冰红茶，特别舒爽。英国人居然可以这么喝茶，可不是吗？也是，这洋鬼子做事儿啊，向来都没有章法。论起喝茶，当然还是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了。这上面还有一些我平时写的标注，你要是有看不懂的地方，随时可以来问我。谢谢你。其实，你的事情，我大概听说了。但你千万不要担心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在我眼里，你就是阮秋水，一个渴求知识的普通女子，仅此而已。小姑姑，小姨娘。对了，东宁，
昨天在饭桌上听到你提，冰红茶。那它的做法复杂吗？小姨娘，你该不会是想卖冰红茶吧？咱们这8大茶园种的可都是绿茶呀。再说了，那都是些不懂茶的洋鬼子们想出来的新鲜玩意儿。都是人，洋人也是人，我们也是人。那为什么他们实行喝这个，我们就一定不会爱喝呢？洋人的东西啊，没有好跟不好，这个事儿得从根儿上说。这东西会不会让人舒坦呢？如果会，那就是好。我虽然没有见过洋人，但我想应该就是这样的，对吗？对。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没看错我小姑姑，我早就该拉着小姑姑一起振兴家业，是不是？行了，这件事呢，也的确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，还需要咱们回去好好的细想，规划规划才是。程大少爷，多谢小姑姑的锦囊妙计。可别谢我，要谢呢，就谢你的小姨娘吧。虽然她年纪不大，但是这眼界呀，倒像是走过很多地方似的。哎，景墨，回头要是有生意上的事，你可多问问你小姨娘的主意啊。小姨娘，你可听到了？我小姑姑可说了，以后我有什么困难，你可得第一时间帮我呀。三爷爷。景墨呀，怎么了？我给您带了点东西，一点心意，希望您能收下。好，坐。三爷爷，今日景墨前来是有一事相求。说。三爷爷，这寒山茶园有个冰窖，您知道吗？有所耳闻，但从未见过。乔叔说过是有的。三爷爷，我想过几日带人去山上找一找，希望您能通融一下。你找冰窖干什么？是这样的，三爷爷，我想开间茶房，单独售卖茶水。一来凭借咱们程家的招牌，直接切入零售行业，想必会事半功倍；二来，咱们程家的茶叶都有滞销，放在那儿也是浪费了，倒不如能卖一些是一些。这夏季暑热，外面茶楼的冰块价贵，咱们又刚好有现成的冰块，所以我就想着制作一些便宜的冰绿茶来吸引客源。这事儿我不同意。为什么呀？三爷爷，您也是程家的人，咱程家只有茶叶卖好了，咱们脸上才有光啊！您不能光想着自己啊！什么？你是说我自私？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我告诉你，冰窖是我的私产，想都别想，回去吧。也别叫东宁来劝我。送我的东西居然还拿回去，哼！少爷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不过，我倒是想到了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少爷快说。既然都是一家人，那我借这个冰窖来用用，不太要紧吧？你的意思是？我们可以先借这个冰窖来用一用，等到时候订单都回来了再告诉三爷爷。这样，三爷爷看咱们赚了钱，肯定也就不会再拒绝咱们了。
可是这样不好吧？少爷说的肯定行。你就放心吧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先斩后奏。慢点啊！这儿，走这边。小心。乔叔啊，您确定是在这儿吗？当然了，这是当年啊皇家的冰窖，后来给封了。如果不知道确切地址啊，那是绝对找不着的。这皇家的事儿你也知道啊？唉，这一言难尽呐。老爷没跟你说过？没有啊。咱们仔细找找。乔叔，这附近什么都没有。我觉得您就是年纪大了，记错了。不可能，老奴绝对不会记错。冰窖在这儿，景墨，你看，这有冷气冒出来。就是这儿。走，我带你们进去。天哪！少爷，天哪！你看，真是冰。看到这些，就看到了我的过去。少爷，我没骗你吧？果然有这么多冰，咱们的茶行有救了。对。可是乔叔，这么多冰，我们该怎么运下山啊？放心吧，早年我就知道这儿有一条滑道，直接通向河边。那我们快回去喊人过来吧。好，走，走。乔叔，您刚说您的青春都给了这儿，回去您可得好好跟我讲讲。此事说来话长了啊！这么厉害？少爷，你说咱们在无限商业街这么好的地段开店，每个月得多少钱呀？每个月30大洋。这么贵？就凭着好地段啊。那少爷，咱们还有那么多开支呢，怎么办？燕青，高成本带来高利润，有的时候做生意就是这样，你没有付出，哪来的回报？少爷说的对。诸位，你们是不是喝够了不够冰爽、口感生涩的冷茶，更不想在炎炎夏日里喝热腾腾的热茶，哪怕是这最上等的一品名风？今年夏天，我们无线第一茶商城市茶房推出了好喝又便宜的冰绿茶。英国的冰绿茶？没错，我们是源自英国技术的冰绿茶。这冰绿茶可是英国现在最时兴的饮品，并且我们每杯只要3个铜板。凭什么洋人爱喝，咱们也爱喝呀？咱们也爱喝呀！各位，我们这冰绿茶可采用的是货真价实的大冰块，冰不冰爽，您得喝过才知道。这现在出去喝个茶，没个100文都下不来。我们家只要3个铜板。要是觉得不好喝，大家就当是个经历，怎么样？给我来一杯。哎，我也来一杯啊！您请。里面请。您里面请。您请。里面请。少爷，冰拉回来了，先放到库房吧。好喝，好喝您常来。好。太好喝了啊！好喝以后就常来。一定。您慢走啊。你们家茶一口下去，浑身都凉透了，舒畅。慢走啊。真不错，好喝您常来。好喝。少爷，这儿呢，毛毛躁躁的，怎么了？说。小子听说，程景墨那小子在城里开了个什么茶房，专门卖什么冰绿茶，才3枚铜板一杯。3枚铜板啊！哼，程景墨真是狗急跳墙啊！可不是嘛，赔本的买卖都做。
我跟你说，少爷，就他家制香那些破茶叶，那得卖多少杯能卖完呀？就是。不过，这么好的事儿，怎么能少了咱们呢？捣乱去，走。哎呦，你慢点儿！少爷，你快点。我昨天来了，今天我带他又来了。哦，您要不喝一口，这辈子您都遗憾。来，您尝尝。那我尝尝，尝尝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口味确实独特，不错吧？不错，嘿，这也太难喝了吧！哎，这么难喝的茶，你们也能喝得下去？这茶不错。刘二少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管我什么意思？呵，怎么着？你当我怕你不成啊？你不怕我，你不怕我，你怕我们少爷，你不怕？凭什么？哎，你想怎么着？本叔啊，静默。爹，你看他。咱先进屋。哎，你还喝什么呀？这么难喝。是刘二少爷呀，有失远迎。今儿想喝什么？本少爷请你。你这茶也太难喝了吧！凉水都比这玩意儿好喝。哦，诸位，正所谓众口难调，既然大家都在，那本少爷做主，请你们在座的每人喝上一碗。要是觉得好喝的话，以后此茶便长期供应。真有意思，喝呗，是不是？哎呦喂，各位，大家进去尝尝。来，大家都进里面尝尝。哎呦，你这……那要真这么简单的话，你刘家也做呀？就好像我们刘家做不出来似的。就是，哎呦，做不出来。老板，你的茶真棒，真好喝。好喝您就常来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老板，你的茶真好喝。好喝您常来。你的茶真不错呀。喜欢就好。老板，茶真好。刘少爷，下次来请您喝冰红茶怎么样啊？今天的冰都用完了吗？差不多了。乔叔已经准备去运下一批了。那就好。少爷，夫人，打烊了，客人都已经走了。好。你说都那么久了，那些商户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别着急啊。我急的还不只是这些，咱们现在的客户都是因为冰绿茶吸引过来的。你们说，到了秋冬，他们不需要喝冰绿茶了，咱们可怎么办呢？冰绿茶呢，绝非长久之计，我们还得好好想想。但是起码这个夏天我们能站稳脚跟啊。对，我们一定要守住冰绿茶配方的秘密，不然，到时候咱们又没有优势了。少爷，夫人，你们这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，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。辛苦了。你也辛苦了。
张老板来了。程夫人，景墨出门办事儿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您若有事儿，不妨先跟我说，也是一样的。这个……哦，若是有什么不方便的话，就算了。店里生意繁忙，您先坐，我先去忙了。哎，等等，程夫人，我想聊聊订单的事儿。怎么，张老板当初毁约一次，难不成还想再羞辱我们一次不成？程夫人，话不能说的这么难听，大家都是生意人，在商言商。您看，这不我来谈合作了吗？那张老板，您说说看吧。合作嘛，讲究个诚信。这样吧，我先许个诺，我们锦时轩明年以后还是先定程价的，可以按原价预定。不过，哦，是还有什么附加条件吗？不错，我的确是想知道这冰绿茶的配方和做法。张老板，我们程家并非真的想做冰绿茶的买卖。说心里话，我们还是全无县做茶做得最好的。想必这一点，张老板也是认可的。是是是，一品民风，自然程家是最好的，这个我们大家都认可。没错，冰绿茶呢，其实就是个噱头，一品民风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去做好的。张老板此次前来是为了冰绿茶的配方，讲白了，这配方我们都可以白送你，但这一品民风的订单就要从刘家手里回到我们程家来。程夫人，您这是让我和刘家毁约呀？原本这单子就是要和我们程家签的，不算毁约吧？行，那祝我们合作愉快。齐月，哎，带张老板去内堂准备签约。好，张老板这边请。今天有个好消息要跟你们说一下，锦时轩的张老板已经和刘家毁了约，和咱们重新签了合同。还有，其他的商户也都找我陆续要回了订单。截止到今天呀，咱们的订单已经回来35个了。哇！这次还多亏了小姨娘，谢谢你。爹，您先别着急，听少坤讲讲事情的原委。爹，程景墨最近出了一款冰绿茶，是一种新产品，价格低廉，又有特殊的配方。他们还赠送冰块，吸引了大量的顾客。这些商人们都是重利轻信之人，发现这其中有利可图，便纷纷与其合作。爹，当初咱们就是靠价格低才换来的订单，现在的形势反而对咱们不利呀。那现在离我们最近的冰场，运冰块到这里都需要1天的时间。这冰块加运费，不是一笔小数目。这程景墨是从哪儿弄来的第一链冰块啊？是啊，爹，我也在纳闷这个事情。咱们吴县地处江南，不易储冰，也没有冰工厂，再加上程景墨现在的情况，不可能储蓄资金去运冰，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是另有出路。那你去查查，他从哪儿弄来的廉价冰块？坤儿早已经派人查看了城市茶行的动向，一旦有消息，立刻就会禀报。最近这几单生意啊，你做得不错。谢谢爹。以后呢，多上点心啊。在适当的时候嘛，就给程家捣捣乱。但是记住啊，千万不要越线。是。
你老这么生气可不行，我让人给你做了安神汤，来。娘，坐。哎，少乾啊，你也学成回国了，该上手家里的生意了。爹，从小到大，我就只会读书，对经商一窍不通啊。哎，不要妄自菲薄啊！生意上的事啊，慢慢熟悉就好了。少乾啊，你性格呢和少坤性格互补，你留学回来和他一起打理家业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爹，娘，实不相瞒，这次回来，我早就有打算了。啊，那说来听听。我想办学校，为无限的教育做一份贡献。学校？哥，你怎么想的？你可想好了，宁愿放弃家业，去办学校吃苦吗？是爹，我早就想好了。办学校也好，学办成了，也不失是一桩好事啊。那，爹的意思是，您支持我办学校了？怎么？我不支持你，你能放弃学校吗？啊？不会，这不就结了吗？不过呀，我有个要求，你的学校呢，坚决不能赔本，5年之内，连本带利一起还给我。好，爹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这就去准备。好，去吧。爹，那我去安排了。好，娘，去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真是天上下红雨了，我还以为你会坚决反对呢。我不答应行吗？少乾这孩子，从小性格就随我，想好的事情一定去做，让他不情愿的接受家里的生意，还不如啊，让他出去多吃吃苦头。这程家呀，是咱们无县的第一大户，赵县长又是咱们无县的父母官儿，哎，这2家的亲事要是成了，那真是天大的好事儿啊！那肯定是啊！你看程少爷，那是人中龙凤啊。我们家姑娘莹莹呢，在无县也是最棒的姑娘。这个婚事要是成了，这2家可真的都是太幸福了啊！是。赵县长抬爱了。景墨可不是什么人中龙凤，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罢了。哎，若是赵姑娘真的跟了我，才是委屈了赵姑娘了。哎呀，景墨，这说什么胡话呀！哎呦，我的程大少爷，论身份、相貌、学识、品性，你跟赵小姐那可是天造的一对儿，地设的一双啊！对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直说了吧。我对赵姑娘没有感情。你，我们家莹莹怎么了？她哪儿不优秀吗？对不起，赵小姐，不是你不好，而是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人了。我心里的那个人，无人可以替代。哎呦，有了他，谁都不过是将就。还有，红姐，麻烦您以后不要再给我程家说媒了。你克我们家，离我远一点。程少爷，你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我可是无县第一嘴呀！无县第一破嘴！你这话……哎，景墨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这孩子，赵县长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走，赶紧走，你们俩！别走吧，这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呀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这……爹，算了。程景墨，属于给脸不要脸。莹莹啊，我觉得啊，那刘家的2少爷刘少坤也不错，要不我再让红姐去跟他们再说说，怎么样？听爹安排。好姑娘，
哼，这程家给脸不要脸了，有点儿。你终于来了，说好的一起对账本，你人去哪儿了？我去相亲了。哦，这样啊，挺好的。账本我给你了，你过一遍就行。等等。 难道你就不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吗？相亲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不想听细节。我跟那个人说，我说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你何必这样直接拒绝人家姑娘呢？太伤人了。 那你希望我接受他吗？住手！谁允许你们进来的？未经我的授权，这寒山上，哪怕是一棵草，都不能被拔走。不是，我还没看够呢。不是，走了，我看三爷怎么打他的我。三爷爷把咱俩一块打了。我看他敢我。既然大家都到了，那就开始吧。刚才大家已经都知道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那我就长话短说。咱们程家历来就有规矩，8大茶园之间互不插手相互之间的事宜。可他程景墨在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下，到我寒山茶园去运兵，他如此明知故犯。大家说说看，都有什么看法？这都是祖上定下来的规矩。大哥在的时候，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儿啊。景墨，如果要是事出有因的话，跟大家说说清楚就好。再怎么事出有因，那规矩就是规矩。这要是坏了规矩，那就得负责任。反正要是谁没经过我的同意，就到我的茶园乱来，我肯定是不同意。咱们大家可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商量嘛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景墨，你倒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大爷爷、三爷爷、各位叔伯，景墨未经允许私自运兵一事，确实是我不对。可最近程家生意持续下滑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再出此下策。景墨作为当家人，实在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持续亏损而不管不顾啊！景墨，你认为你做了当家人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还是你有什么其他想法？你今天可以插手我寒山茶园的事儿，明天就可以插手东山茶园，
后天就可以插手南山茶园。咱们程家8大茶园，你是不是都想掌控在你一个人手里啊？景墨绝无这样的想法。可你现在就在这么做。各位长老，各位叔伯，事情虽然确实如大家所言，但大家也不要忘记，程家的生意上也确实转亏为盈了。是的，各位老爷，少爷一心一意地扑在程家的生意上，此举也是出于无奈。哼，说起来简单，可大家别忘了，程家靠的是我寒山茶园的冰窖，而不是他程景墨，这一点大家可不要搞混淆了呀。既然三爷爷这么说，那说景墨愚笨，不知三爷爷想要景墨如何呢？大家今天都在，我有一个提议：重新选举谁来掌管程家生意的经营权，以免日后我们程家会进入万劫不复之地。我看三叔伯说的有道理。我们的家业这么大，总不能交给一个连自己的家事都管不好的人吧？东升大哥走得早，可惜了。依我来看，这三叔伯在生意上最为熟稔，无论从资历还是从经验上，都可以胜任。我呢，是愿意把我的茶园经营权交给三叔伯。况且咱程家的生意现在也确实是多亏了三叔伯的寒山冰窖，我也愿意把经营权交给三叔伯打理。东贤啊，你是有什么顾忌吗？事已至此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我弃权。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无论是谁掌权，我总希望程家始终是一体。既然大家都选择了庆亭，我也只能维持下去，把我的茶园交给庆亭打理吧。多谢大哥，多谢大家的信任。既然大家这么相信我，我就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我程庆亭保证，一定努力经营好程家的生意，让每家每户都有红利可分。景墨呀，你的西山茶园是否也愿意交给我掌管啊？三叔，您不要太过分呐！我算是看清了，就算程家的生意再好，大家还是不会信任我。既然如此，我西山茶园退出，从今以后独立经营，自负盈亏。景墨，切莫糊涂啊！我之前一直以为程家是一个整体，没想到人情冷暖，连自家人都要离开。少爷，您还有我们呢。少爷，梅师傅来了。少爷，我是来跟您道别的。你也要走？我没办法留下。这西山茶园没了我可以，但其他茶园没了我不行。可我们都不希望你离开啊。如果不是今天发生这种情况，我想我永远都不会离开这西山茶园。不管少爷怎么看我，我问心无愧。
少爷，梅师傅跟程家签的是公契，您现在已经不是程家的家主了。少爷。燕青，您怎么一直站在这儿啊？我去叫少爷出来。谢谢你，燕青。你找我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好。哎，少爷，您的汤。不喝了。你叫我出来，是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？我就是想问问你，还对梅师傅的事情难过吗？我就是觉得有点对不住他们。不如我们来做真正的茶楼零售吧。茶楼零售？我们是自产自销，每个环节都由自己来决定。遇上什么突发事件，也能第一时间应对，再也不用看茶商们的脸色。没错，之前程家的模式是统一批发，但现在我们直接进入零售，这样一来就省去了中间茶商的环节，就会比那些茶楼在成本上更有优势。这个方法可行，不过这店面不能再租了，我要买下来，一劳永逸。对，买下来也算一份产业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我们不能再用城市茶房这个名字了。是要想个新名字，不过要叫什么好呢？你叫秋水，我叫景墨。哟，脸谱西施，好久不见你卖脸谱。想干什么？景墨，你别这样，放开他吧。我认错人了。我警告你，离他远一点。是。滚！程景墨，你记好了，我是你的小姨娘，以前是，今天是，永远都是。所以，请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、浪费感情了，好吗？我没有浪费啊！你就是在浪费。今天常二老爷给你找了媒婆，为你娶亲的事情操心。若是你今天答应了，或许你就不会失去程家主事这个身份。那又如何？我根本不稀罕这个位置。程景墨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两个是永远都不可能的。所以，请你以后不要再管我的任何事情了，好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也不要再管我心里的人是谁。
水墨茶行，这个名字好听，燕青喜欢。少爷那么喜欢画水墨画，定是这个意思啦。水墨相遇，究竟是水的错，还是墨的错？燕青，帮我把这些狼毫毛笔，还有那些砚台、古质老墨都包起来，还有那几刀灰宣，也一并包起来吧。少爷要做什么啊？我想买一间铺子，可现在账面上的钱不够，只能拿这些东西来抵押了。还有那几个古董花瓶，也一并包起来。啊，少爷，这可都是您的宝贝啊！您要是都拿去抵押了，以后要是想画画怎么办呀？以后可能都不会再画画了，还留着它们做什么？少爷，您别说这些丧气话了，燕青相信您一定会赚大钱的。你别哭啊。那这样，以后少爷要是想画画了，拿你的头发做画笔可好？不行，少爷，燕青要是没头发了，以后怎么见人啊？快收拾吧。进来吧。你怎么来了？这是……这都是些便宜货，你先凑合着用，等挣了钱再买好的。别放弃自己喜欢的事儿。等等，我就知道，你还是在乎我的。我们还是想想开业的事儿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，我也绝不会放弃。那最好了。